房，我是林依文。依文你好，老邦你好，各位一野球迷联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哥黄宗义。好，还要欢迎我们的来宾老邦冯胜贤。大家好，我是东哥的球迷老邦，谢谢。上一集我们聊了很多，就是老邦神拜球员时期，然后跟东哥牛象大战，两位也爆料很多火药味，好像也真的蛮浓的哦。如果球迷有兴趣的话，可以点我们的上一集来看。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继续聊球员时期的事情，因为老邦神拜是经历了兄弟象2001年到2003年的3连霸时期，然后那个时期呢，以一个球迷来讲，那时候真的觉得哇，兄弟象很无敌的感觉。那时候老邦神拜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我想我要解释一下，不是无敌。我们从第一年的时候是被不看好，然后拿到总冠军的。那第二年刚好是从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时候，一样延续整个气势。就是第二年在中信金的时候，我们拿了上下半季的冠军之后，减一场之后，我们又拿3场就很少，再加一就其实应该是说封王了，然后球迷是最少的，就很快就封王了。然后第3年其实就是压力最大了，因为那时候其实使命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一代象，所以是3连霸，所以其实那种压力其实不是说现在讲好像很轻松，其实当下的心情其实是一种责任跟任务。那如果我们能够达上2代象也能够拿到3连霸，那就是跟第1代的是平行的。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们有被比较，我们1代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知道他们3连霸多厉害多厉害的，等我们进去到我们快拿到3连霸的时候，其实那种压力是非常大的。那相对的，其实就是一直告诉自己说，先拿到再说，没有拿到什么都不是啊。其实就是一个现实，职业运动就是现实。球迷要的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其实环境不太好，但是我们怎么让这个环境更好，其实就是变成我们兄弟象的那时候的苦练决胜负、人品定优劣的一个精神。所以其实反而在第1年1-3落后的时候，反而还不是压力最大的。就像去年统一一样啊，大家都不看我输了就输了。可是当他最后第3年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你看整个球评专家都是评说兄弟会赢。对，前1年还金冠军。对啊，所以那时候压力其实就是你被评了会赢的，其实压力是最的。就像我们在国家队一样，我们一定最不喜欢跟谁打，大陆打。啊，你一输大陆，人家就骂了。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就压力更重这样。对，东哥其实对棒球场上哈，什么叫做霸业哈？那当然就是所谓的一个朝代的一个霸业，一定要经历过3次的一个总冠军，才算是一个王朝。那当然连续2年拿总冠军并不是，他只是连续2年得下冠军了。其实，在对于这个兄弟象那段时间，比方说在2001年啊，那大家就像老邦讲到，大家不管是外界也好，不管是自己的对战的球队也好，其实对兄弟象那个事情并不看好。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包括在教练团啊，包括在选手这边，他们那种凝聚力，因为在那么长的一个时间付出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有这个打总冠军的一个机会，你也知道像你的那种这个激情这样，激情啊，包括在加油的那个声势啊，的确带给这个球员有更大的这样想要引起的一个企图心啊。当然从落后到最后能够翻盘啊，几乎是可能那个时间点就是这个同一师队要去抛彩带的一个机会啊，可是他们还是力挽狂澜啊，就最后拿下这个总冠军了。那最辛苦的大概就是他们的洋头，就是杨富铁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他在经历了2001年之后，2002年当然就是因为经过1年的一个总冠军，所以那种经验啊，跟包括在球员之间的那种凝聚力啊，包括在球队的那种企图心啊，这也慢慢去产生出这个像的那种第1代的那种气势，在第2年的时候已经营造出来啊。因为毕竟很多在外界的整个一个观察当中啊，说你们现在有那么多的球迷的情况，都是1代象所把它营造出来，并不是啊。到时候那时候进入到2002年的时候，也是那么多的球迷来去支持他们，也是他们自己惩罚成绩拿出来，就是说在那个情况下，就是
很快就拿下了第2连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盛况啊。那03年的话，大概就是可能我们碰到新东牛哈，就以我个人来看的话，但我想要去拿下我个人的这个总冠军，第1年的总冠军啊，可是气势哈压不过对方啊，最后让这个老天爷说，这个3连霸这个霸业就交给这个兄弟象队啊，所以说他们达成这个3连霸。应该说当时新荣牛遇到的，好像正是气势最旺的时候的兄弟象。对，有球技，有这个人气，还有颜值。那时候的兄弟象是这样子哦，所以说那时候那种感觉起来就是气势就是没办法去压过他们。在对上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气势被压住的感觉嘛。那当然还是要不服输啊，因为毕竟就球场上嘛，反正就把自己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能耐就是要呈现出来啊。那当然，的确有经过了2连霸的这样的一个洗礼之后，他们在进入到连续3年的这个总冠军赛，那种成熟度就不一样。那老帮神拜呢？觉得说当时兄弟象能够完成这个霸业的关键是什么？或是怎么慢慢培养？其实关键其实大家都知道3剑客嘛，所以你一个3剑客再加2步铁哦，在整个投手的，因为其实投手洋将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然后从守备方面，我们是降低守备，然后打攻击是用机关枪，其实整个特色都有规划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从第1年没有竞争力，等到拿到总冠军之后，其实就是变成有竞争力了。当有竞争力的时候，你要怎么持续这个竞争力？我想这就是我们教练团给我们的一个信任了。那相对的，其实就是大家，因为真的球迷很重要。我记得我在跟兴农打的时候，然后阿浪是我同期的进来，在赛前练习，他说我最喜欢跟兄弟打。我问为什么？因为整场都是人，所以就可以看到说，球员他不是，当你没有球迷来打的时候，其实是很空的。所以其实球员最喜欢就是球迷来进场来为鼓励，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是说这种感觉。对，人多的时候就是选手那种表演欲就非常强烈。那当然就是因为尤其是这个牛象这2队都是在大众球迷的关注之下就球迷一多的话，那种人来疯的那种感觉就会上来了啦，表演欲就会来了。尤其你可以看到，现在你看到洲际球场的球场都翻新，你一直看到球迷从很多人一直进来，其实就是大家就是整个氛围就上来了。对，其实，在跟象队比赛的那种尝试我最不喜欢听到这个兄弟象的啦啦队的一个这个加油的一个方式啊，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就是张家浩嘛，张家浩怎么样，然后他有一个张家浩的号嘛，然后那个兄弟象的兄弟象说我的天你的号，我就觉得反应员就是反应有时候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当然，但在这个时候回想起来的话，也蛮有乐趣的啦。那就是因为都是希望自己的球队可以拿下胜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2位我觉得那时候的球迷比现在球迷应该是更激情吧？有觉得吗？我觉得没有差像你那种，他本来就是像你，其实就是一个以前其实就是像米跟非像米而已啊。你只要喜欢像的，那你就在课堂上就已经分割了。真的。我们以前班上也是这样。我只要说我是兄弟象球迷，结果我那些不是的全部都理我，不是骂我，因为我如果连胜，兄弟连胜的时候，大家都会闷臭皮啊，就是那些是就课堂上的下课的时候就讨论的点，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地方。东哥，你觉得以前的球迷更激情吗？应该说不同的一个加油方式啊。那现在的球场就是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国际化有很多的硬体或包括这个音效的那种这个刺激之下，那现在的球迷进场就是更嗨。那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其他有所谓的应援的这样的一个啦啦队了那我们那个时代的话，大概就很单纯，看球赛的一个胜负而已啦，要不然没有其他的一个这个休闲的一个方式啊，大概就是看这个球员打不好。直接就是跟他这样子，还跟他打招呼了，跟他打说，你好吗？我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东哥这样一想，我有点印象，因为难道你有用这个三字经来问候大家吗？是我以前进场的时候。你有什么人之初还是性本善？不是，我是被人之初，就是我在看球的时候，可能不同队，结果我只是拍手，我就被骂了。你怎么拍？拍手太小力了，他骂你是太小力了，真的。可是那个区域是那个混合区，就是
各自的球迷都有。那你为什么跑到那个混合区？我也忘学生时期没有什么钱可以你买。进去球场的时候带着2个字“勇敢”这2个字吗？可能我可能有装备还是干嘛？但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以前的球迷印象中哪个球场？比较不行啊，讲了就有什么关系呢？对啊，我们现在很中立啊。好像是天母的样子，但是也不是说，我觉得是那个球迷自己。因为那个时期，不管是天母也好，屏东也好，都每个球队都有机会担任主场。了解，还是说现在的球迷激情都换到网络上？网络上的激情，还好看不到，手下留情。是吗？东哥不会，我不认识字啊，除非打注音符号我才看得懂啊。大家要打注音符号，所以东哥也是建议说，可能球员也是不要太关注网络上或是这些可能比较不理性的。对，我是比较希望就是在专注在这个球场上啊。那如果是当然你要去关心的话。那因为网络时代哈，你想说避开，还真的很难避开，对呀。手下留情。对，除非像我这样子，没事就这个回到家里自己常坐，然后就在那边静坐这样子，可能就看不到了。就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哎呦，不要再聊了，因为来宾在这边。对，先拜对。是因为我要等他们讲完之后，我再来告诉他们说，你有尝试过2个小时里面会有100万人搜寻你的名字，就是我。没有，其实你怎么自己 Q 呢？对啊，自己 Q。没有，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很简单嘛，因为。我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在秘书长位置，其实就是协调球团，然后制度都是本来就已经都规定好了，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什么做法，其实都是一定球季结束才开始动。那所有的东西都在会议里面，大家都已经同意的东西，怎么会有什么滚动啊这些东西？我也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尊重球迷，因为这样才他能够 focus 在球场，我觉得都是正面的。对我来讲，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只要对的事，我会往前走。那相对的，你说规章不是秘书长去改就改，也不是会长说改就改。所有联盟的制度是执行面，那球团跟联盟最后在会议里面讨论的东西，最后执行。好，包括球啦，包括制度面哦，再来赛前、球季前都会有总监会议，所有东西都会提出这个方案，比如说捕手怎么样，捕手要怎么样，那裁判都会讲。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看那个动作，不是我自己说2垒手不能叫捕手的那种概念一样的道理，因为我都很清楚。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当我在问我要讲这个，我要讲这个，我要讲这个，我要讲这个的时候，是我们会议里面一个结论。我其他我们就不讲。所以大家的结论就是说，规章里面它是个案，这个是一个 case， 它是个案，但是不是同案。所以你不能拿其他的东西来说这个。但是我只能说，在这个记者，我们只是说明给大家说，其实他们。这个东西其实是怎么判定？那我只是针对你们判断的东西之后，因为会长在里面，我是一个打球，我也要去说明啊，这个东西很清楚，就是规章，它绝对不会在季中里面去做改变，它只会增列的时候，增列的就是跟你平常有不一样的时候，或觉得说，其实这个规章要改，但是要改。一定要经过什么程序啊？这个程序一定是要经过4支球团最后会议里面决定之后再来执行啊。当然，这样的一个制度，这样的一个规则，那当然就是，如果是要做一些修正调整的话，当然就是需要有比较正式的一个会议来去做调整。只是说，在当下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当然，很多人的一个反应说。这个状况一出现，为什么在比完赛后的时候不会做一些这个小型的一些记者会？他这个部分不是不讲，而是那时候其实在内部在讨论的时候，前面几个大家有在思考说，那他们在回应的时候要怎么去讲清楚？我觉得都太慢了，因为以当事人的状况来看，以球迷的角度，当下就要给一个就是比完赛的时候，你马上就要给我做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反应，因为他隔了1天、2天、3天那种情绪，很自然而然就会按耐不住，才会有那个报复性的那种会发酵这个文字。对，因为我想这个东西我们要站在互相的一个管道，因为去年这个部分，有的球团是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快回复？上次有几个 case， 他又反映了，那我们就说，那我们是不是走程序，不用直接反映？这个都不是经过，这不是说我们那一天不做这个反应哦，是前面有几个 case 的时候也有提到的时候，有的球员为什么你要直接反映这些东西？应该是说程序怎么走，你要走程序啊！我说这个东西要不要讲清楚啊？这个东西其实是说，
没有，因为立场不同的时候，一定要说明。所以我们在关门之后，我们就已经提到说，要让直接要怎么讲。我想在修复更符合大家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因为很多东西就是我有4个球团，他要的声音就不同的时候，你联盟执行面的时候要讲清楚、说明清楚、说明清楚。所以我只是去说，你赶快加速，因为我当秘书长，我很少去管的当下，因为你已经有主管，主管完之后回报，层层回报的时候，这样才不会干预到下面的判断。当下的时候，你们有现场主管，你回报之后，那最后他们的结论之后，我说好，那你们就照你们程序来。那我当然你的程序来，最后大家会觉得你这样哪里不行，我说没关系，到最后我们只要程序对，跟球团报告之后，这样的做法，球团我们的做法是怎么样，厘清之后，我们就直接怎么去执行。是，当然这个是一个程序上了，那就是有很多的一个规则上就是一个层层的一个来去做讨论了。那我们一个球迷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不管是最后一个结果是怎么样，最需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这个剖析条款的最重要的一个规则是在哪里？就是说我们球迷的一个角度，希望能够在当下之后，裁判因为都有一个裁判在这个球场上嘛，就是说来去讲解剖析条款的整个规则，是它的一个冲撞的一个问题在哪里，或者是合理的范围是在哪里？当下只是想要这个答案而已。反而就变成就是把时间一拖到后面的话，反而就呈现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球迷这边，因为如果你要程序到最后的一个结果出来的话，你隔了2、3天讨论好的话，再来去呈现出来 ，OK。这是说球迷要知道，捕手的这个站位或者是这个跑者要怎么去做一些这个本垒的一个进垒。那时候大概就是很单纯的一个想法而已，定清楚对，这样，只是不知道。没有，这个我可能要讲一点，说程序上的东西，我刚才前面讲了，所有的程序在当下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有在meeting完之后有提，但是他们说如果一些东西要更细的东西，要提更细的东西，要申诉啊，我们收到的讯息是这样的时候，那我说那看怎么走嘛。可是问题是，你不申诉的时候，你要提出来。其实也有讲为什么改判，其实他们当下都已经有讲了，但是他们硬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我说那就开会啊，因为我到这里我还是要回报嘛，我这个秘书长啊，球迷的质疑，我可以讲说，对我们有面对的嘛，我们有面对，我们有去说明，但是不足的地方我们检讨，但是你不能放大。通案直接把它抹灭的这些当下在改变的人啊，所以我该讲的不足，我们要内部检讨没错，但是我一定要强调说，没有什么所谓的滚动式。对了，那是没问题的。这个滚动式，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我也只能说，因为球迷有他的舆论的压力没关系，但是滚动式这一部分，我觉得所有程序你翻开规章，程序怎么走，哪一个在比赛中有在改的？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不逃避，我们也不解释，原因不是说我们做的看到问题，我们不去改变，所有东西当下91、912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一直在检讨，一直在检讨，告诉他要做最好，但是因为卡在球季中不能改，所以到后面要怎么讲，所以我们就分为几个面向，比如说剖析条款，现在剖析条款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就请他美国大联盟那边也收集一些资讯，国际组来收集，说它的意义在哪里。但是我们的打球方式，我也提过我自己的专业，打这个东西其实为了防止受伤，可是相对的，在台湾跟美国它的差异性在哪？那是否可以用个更单纯的让大家看得懂的？要么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接受？所以他们是朝这样的方向去规划。所以我想，等后面他们这样做的点应该会越来越好啦，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间，就是我讲你没有出来之后，你没有办法去修正。当现在出来了，就可以修正。修正之后，我想32年未来我也强调，我们尽力做了，下一个团队接上来会做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没问题啦，因为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绝对不会逃避说啊，这个是你秘书长任内就像我也有一些我脸书也为什么会关。粉丝团为什么？因为不是我的没电，电话没电就不是关了。因为我的小编我的小编那时候就说大家球迷不理性，我说没关系，你因为他是志工，
我说那你想怎么样你就处理，我说支持，所以他就关了。那关了之后我说那你要不要开？我说不用开了啊，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我只要把我自己该做的工作，因为我本来就都是小编在处理的，我也没有经纪人。好可惜哦，其实对那么多的这个浏览率的话，你现在说请按赞，再来讨论，可以赞的比按赞的多。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因为不是我推了之后，我还讲说做不好的地方，我想我们尽力去做，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这2年，因为今年开始一定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从去年的问题，他们已经，尤其王父已经所有的东西很努力去修正最好的，因为他记录组已经全员动了，所以从去年10月开始动到现在，我相信应该会更好了。对这个部分一定我们都可以肯定了。我最大的问题在哪里？现在因为我们的一个网络越来越发展的情况下，很多的一些棒球的一些赛事，透过这个电视，几乎每个球迷不管是观众都看得很一清二楚，可能一天可以看到好几场，然后对他们对棒球的认知是越来越了解哈。所以说，如果在这样球迷的整个一个对棒球的一个认知越来越快的情况下，如果联盟这边还是在前进这部分慢的话，反而在之后有任何是一个状况再出现的话，我是觉得又是可能会有这个第2次、第3次这样的所谓的一个比较所谓的一个网络的一个暴动。所以说我是觉得，当然就是付出努力调整是肯定的，就是说在这部分的话，联盟这边还是要加快脚步的。因为可能以联盟这边可能会觉得说是以个案来处理这样，可是像东哥讲的，就是球迷的感受可能会觉得说，这样子发生了，然后才去做这个更改的话，会不会是有点？但球迷会感受觉得说，会有觉得说因这个队而异。对的感觉。当然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比较负面的一些文字来去做这个来去讨论这个联盟。因为我现在其实也是跟东哥一样，我现在是球迷。这个部分就是，当你在这个位，当你换一个想法的时候，我可以认可球团跟球迷他的立场，因为很多东西其实，但是你只要换位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楚说，现在会比较好，因为就是你看他今年又已经到最后已经改变说，其实改完之后，他们就会有播放，就是很快就说明了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有改进了。那第二个，因为我也是看报纸的，因为我已经离开之后，我就没有再多提供一些什么。再就是我们都是以转播的一个角色啊，在比方说这个老伴也之前当过球评啊，有很多在 play 出现状况的时候，没有很明确来去告知这个事件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当球评的就会讲着，也不了解那个状况，我们就很直接说，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裁判先生不会直接来去做一些很明确的一个判决？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说这个判决是是正确的，或是状况是怎么发生的。那比方说我们当球评的时候不了解这个判决是如何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去延伸其他的一些问题点出来。那可能球迷的一个听法或是看法就不一样了可能会延伸到很多的一个话题，造成变成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好听啊，或是对联盟这边有一些不礼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当然当下是比较激动能够情绪的。对，如果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嘛，如果是我了解这个 play 是发生怎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可以直接透过这个转播来去告知这个听众或者是球迷朋友，原来这个 play 是这个样子，因为可能裁判先生没有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解说嘛。那如果是当我们不知道这个 play 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去哪里询问，可能就会去揣测其他很多的状况，来去做来去谈论这个规则。那最好的话就是状况一出来，判决一出来，就是这个主审裁判就是在后面来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说。这个状况是一个破膝条款啦，或者是妨碍守备啦，或者是这个可能有些冲撞，可能就是这个跑垒失败或是投手犯规这样的一个解说的话，我就觉得应该很有说服力了。那我觉得东哥这个建议还不错，因为在去年其实我们在10月的时候有提到那个方案，他们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有讲，就是说未来新的一年要怎么做，就是说记录组会跟记者，因为记者其实也有反应，所以变成说会把直接的讯息，比如说会有对讲机直接告诉他判决之后传出去，其实今年应该会这样做，
今年应该，因为他们会这样做，就是说这个部分其实我在季中的时候有听到记者给我反映，我已经有把这个讯息告诉他们，那所以都会卡住这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就是说，看我看报纸他们讲，最后小房间看完之后会大荧幕会播放最后的那一个判决的画面，那就等于就是说。就是会告诉他们怎么改。如果就像东哥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你如果我再说明一点，哦，其实也是有。其实，在去年是蛮精彩的。去年大家其实因为精彩的一年，然后话题的一年，所以就是刚才讲，当30年了，要往前走的时候，这个环境要更好。其实就是大家要不断的去听大家的声音去修改。所以我今天来也不是来解释说我在这一段我怎么面对，我很坦然去面对，但是唯一就是我粉丝团关起来，因为是小编在做，因为他也不想让我说我没有在看的时候，真的我不是因为我没有在看酸民在讲什么，因为我说我看了会影响，因为这是你还跟我没有酸民在酸什么，我没有放在心里啊。对，现在管没有我说真的我没有意见会看，我没有在看，但是我会收集资讯啊，就是我们应该看的点。就是说负面的东西，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分工了嘛，你要把所有东西，不是说你民进党什么都要去接触，当你接的去碰触的时候，当下面你还有同仁的时候，他会感受怎么样？你都没有给我舞台发挥，所以变成说，我们就请他收集资讯之后，那我们每周都会有开主管会的时候汇报，为什么人家球迷啊，都是大家有要讨论，所以我才说他们真的辛苦。所以我说我很谢谢我这个团队在这4年给我很大的空，但是酸民也要谢谢，因为他是逆贵人啊。你说没有看，我没有看的是我看他的是重点，但是没有看他负面批评。因为为什么？当批评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进入里面核心，他不知道过程是什么，因为你只看外围的东西。就像我们在研究的东西，当我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在写中华职棒，大家都是在做外围看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办法核心里面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拿到这些资料，所以变成说我会告诉大家，大家都有大家都有他想要谈，因为主要就是因为他爱这个环境，所以我当秘书长也很简单啊，因为我是打团体，我不会说我就讲承担秘书长要承担，绝对不是哦出事了裁判长你要处理，出事了谁要处理，但是我都没有我秘书长的事错，我觉得我让你们发挥，但是出事我要扛，因为我放手给你们去发挥，因为我们要对得起球迷，对得起球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这4年我也很努力去学习，因为我还有团队的声音。团队动机如果没有办法往前走，其实是被动式也不好。我们让团队变主动性，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关键。而且我相信，经过这一集之后，可能还是有一些球迷他是不能接受，这也是难免的，或是就是可能我们也不是说就是要跟球迷，就像刚刚前辈讲的，要解释或干嘛的，就是大家都会想说想要一步到位，可是这件事情现实面来说，就是可能比较难的，还是像前辈跟东哥讲的，就是要去改进，然后进步。那联盟确实也有做到这件事情。我想一定都有在关心这个不足的地方，一定要让它拉上来。我想不会100%，但是至少过程跟态度一定要很重要。大家说啊，秘书你跑去哪里？我说我没有跑，我说一直在办公室在做事啊，一直在修正啊。但是我还是要相信我的团队啊，我的团队在动，我不能去把这些问题，团队你这样做错，我还是要把团队，因为我是运动员出来的，就像大家跟我讲说，你总监可以为选手，那我秘书长也要为我的同仁嘛。我还是你要问我对不对，我没有对错，我只站在我的立场，我只说我这4年我希望中华职棒被尊重，而不是要被人家说，你看因为联盟多烂，但是环境是大家一起，所以我一直在跟球团沟通一样的道理，只要大家被尊重，大家是为了这个环境好，我们所有的做不好的地方，我们要去立即性去修正，但是不是滚动，所有的规范都还是要到球季结束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不足的地方还是一条一条去做，这个我还是要强调。我们过去这些同仁，我要谢谢他们，这么辛苦还要被骂。虽然你有看到我当被骂，我还是很坦然，开会程序还是要走，但是检讨了之后，我们还是要往前走。所以球团他能够认可我们，就是做不足的地方我们在修，但是
前提是30年过后，未来这30年才是重点，让台湾的职棒能够一直往上提升，这才是我们要继续做的地方。没错啦，所以我才想说，现在球迷越来越知道棒球的核心的在哪里，这反正我们应该在做的时候应该要是开心的、那你要用不理性来骂我个人，比如说啊我怎么样，我可以接受，为什么？因为你不懂你讲我，因为当你懂的时候你就不会讲。其实也不要说也去在乎这么样的一个比较没有礼貌的一些问题了啊，因为毕竟你刚才透过这个老邦讲哦，因为他当秘书长那段时期，并不是说这件事情把它做好就好，因为他要去负责大众的大众的一些问题啊，比方说你这个联盟啦、球团啦、球员还有球迷啦，变成就是很多的一个方向来去做这个做经营了哈，并不是说我这个顾好就好了，其他事就不顾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方式啊。我就有在开玩笑，我现在是去演讲，或者是大家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还坦然接受二垒手不能教捕手。我是当二军的教练，我是当过教练当了9年，我不能教每个部门都要去做那个啦。所以很多东西，那这样的理论就有点比较不客观了。所以我是觉得说，很多东西在这个程序要讲，所有东西不是我老邦一个人想到就讲，而是会议里面结论一个条一个条，那我们是要跟人家讲清楚个案的东西，讲清楚之后，这个动作是不是要这样做？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样而已。那你说做不好了，我相信我已经该道歉，我们都道歉了。但是我是道歉，不是为我个人道歉，我是为了这个团队，我们做不好。我是一个，就像我总监输球，我跟他道歉，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气度承担。但是我不能用针对性，我这是裁判那一天有问题，对不起，你从头到尾看到我没有去讲我的，对外讲说我的裁判有问题。我们会告诉他说做不好，我们要去马上去修正，去把讲清楚不足的地方，我们要改。但是裁判他也是人，他也想要，就像我都在开会跟他们讲，我也失误过，你想失误吗？不想，你也想，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把它降低就好，只要把它降低就，但是你的态度要清楚，你不能你扣个帽子，你是兄弟象出身的，你怎么？可是我又不是中信兄弟，我是兄弟象出身，没错。我还要当秘书长，又当心理医师哈。当裁判先生碰到这个团队，对，可能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状况之后，内心的一个创击，这个秘书长还要跟他安慰一下，说没关系啊。对，这就要讲到说，其实像神办你在接下这个职务的时候，那时候就知道说有心理准备，说这个责任是这么重大的嘛。接下来的契机，其实我接的时候完全都没有准备。那也刚好吴志阳会长告诉我说，他只剩下8个月，就是这个球季结束，他不一定会连任。然后你要不要接？我说，报告会长，如果你需要我就接，因为我棒球人，我也没有，因为他找的人没有要来的嘛。可是你要不要来？我说3个月我也做啊，因为我是棒球人，你需要我就跳出来，因为我才能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复杂。那你说当一个棒球人，使命感从哪里？为了要满足球迷，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说，我们没有办法去跟董事会说，我们像球员有董事会说我需要钱，但是我们要从哪里来？这4年我说我学到什么？我学到我业务的，学会要钱啊。所以我会强调说，联盟绝对不会怠慢，联盟要办活动，所有的东西都值得大家去思考。就像我希望1+1大于2，就是这样说，棒协跟职棒为什么不可以？我说1+1大于2啊，因为我是产业，但是它是国体法，一个是教育跟推广，跟产业让舞台延续，让更多的企业商业进入。就是我刚才前面，我一直在希望中华职棒是被尊重一样的道理，因为很多从去年去跟谈防疫，大家说公卫专家都是医生，告诉你我们在看中华职棒。你一看到一堆人企业，尤其在高端的企业，或者是我去台大 EMBA 告诉我，其实我们中华职棒我没在看。你问了10个，大概7个都没在看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我们不能自己自嗨啊。我们应该就像这个环境越差，它也是一个根啊。
你应该让这个环境更好，让更多人进来。你一直把它放大它的不好的地方，联盟很差，联盟很差，那相对的，其他的想要进来都谁敢进来？没有人敢进来。所以我是觉得说，在去年真的是一个 impossible 的一个运，所有东西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但是每一关我都经历过程，尤其在一个70几个快80个薪水，现金本来都是因为法人他的钱就是固定的，他裁员就是固定，尤其没有球赛就是固定，这些本来都定好了，但是你去打了国家队，先付了现金要核销，结果拖到从11月16打完到12月16，我们全部弄到快4月初才全部核销下来。所以在这一个过程最难的我已经经历过了。9月的这些规章的部分，我相信我这些同仁这个都是可以去解决。但是当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秘书长跳出来跟大家道歉。但是原因就是说，你要让鸡可以生蛋，你鸡死了你怎么生蛋？所以你说规章，大家外围看了，我觉得都要谢谢你们，因为你们关注中华职棒是值得的。但是你要肯定他们，到现在他们也是很努力啊，所以我才说新的会长来，我们就一直强调，我希望他们，我相信他一定做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我的例子就我刚接的时候，就刚好8个月，我也接啊。我那时候一接下去，就很多声音出来了，你可不可以做完啊？你有没有能力啊？但是我一个一个做，做到最后，我不是被fire掉，我是任期结束下来，我不是下台啊，我们是任务结束之后下来，交棒给更好的团队。所以我也把这个理念告诉新会长。我说这个团队真的都已经很优秀了，你要让他们有发挥的舞台，因为你要将心比心，当你是高层，你去介入他叫你的方法走，那这个团队一定不会有活力。所以在这4年当中，我们可以做台湾拳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大家说，你为什么要跟棒协？我说我们跟棒协其实就是该做的，我们就是做台湾拳，很简单，那时候就是因为在亚冠赛要出来了，那没有中华队了，你用 CBBL 也不好啊，所以你要代表中华队的中职的中华队的东西意象主视觉出来，所以也是这样把它创造出来，到后面就是协调而已啊。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大家看到的感觉，我很直接讲，这些东西都是我经历过的，我做过的，我会告诉大家，但是我们都还可以再往前走，因为。我刚才前面讲，我不是不看，我不看这些不懂的负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你就是没有去参与，你不知道这个状况。但是我当个秘书长，我说我成长到学习到的就是说，当危机已经到悬崖了，我还可以去把它救回来。啊，这就是因为我的团队他们够认同。了解。当然有很多的一个问题，我想要发问一下哈，就是说，当你在接这个秘书长的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你有知道说现在联盟这边在整个经营上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度吗？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勇气说当你要去接这个秘书长的任务的时候，你要去外面去做业务啦，这个要经费啦？因为我要办活动，我才要去。不是，我是说你怎么那时候你在接这个职务的时候，你难道都没有去了解一下现在联盟现在整个一个运作的一个整个状况？我其实都没了解啊，我只是提到他叫我去，我就帮忙。因为我现在听一听，就是说从这个老邦接任秘书长之后，他这个接任这段时间，那前几年难道我们联盟这边整个这个运作的方式都是有那么艰辛吗？就是蛮艰辛的，真的。哇，那这个联盟你知道我还可以坚持到现在不容易呢。就是蛮艰辛，那时候也。先爸也是做了才知道。做了才知道屁股那么痛啊。可是他还做蛮久的嘞。硬撑下去。对啊，我觉得最后是一个棒球人的使命感而已。那这一定，我是觉得这跟使命感完全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因为当然我很希望说联盟，我说联盟就是一个领头羊，本来就是要让人家关注。在棒球人，你坐这个位置是被人家
被人家看的点。当然他是棒球人，可是他是一个领团，就是说让人家就觉得说，我们这个联盟这边能够带起这个全台湾的棒球，让它这个蓬勃发展，本来是这样的人家的一个整个看联盟的一个角度。原来这个位置是这么修这样，对，水深火热的一个位置。所以我现在还在休息，因为重伤了。要有一段复原期，对不对4年完全都。那我们还是要去呼吁，就是说，除了这个联盟这样子能够那么用心的在带领我们这个台湾的棒球之外，那我们还是这个最高单位啊，就是能够多多协助我们这个联盟这边啊。因为制度的关系，因为财团法人跟协会它国体法就本来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自主的。因为职业就是自主，那你怎么样自主？其实就是我们要让环境更多人参与。所以我才强调，没有人，你中华职棒如果不够大家知道的话，变生活化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而已啊。对，就当然是说，不是说球迷不能批评或是干嘛，只是说就是在这个联盟这边，当然就是因为球迷如果我们不讲的话，他们也不会知道这件事情。就像我今天如果先拜不讲，其实我也不会了解真的这么水深火热的感觉，或是也不知道联盟这边其实有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相信今天也可能有一部分球迷会了解到这件事情。没错。那最后东哥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没有，没有。那我们就要先聊到这边了。今天很感谢先拜，然后帮冯胜贤，然后加入我们的野球迷人房。那我们就之后下一集就跟大家再见喽，拜拜，拜拜。